首先感謝主俾我有呢個機會能夠分享見證。我係望呢組嘅蘇怡。咁我未信主之前，我係一個好懦弱啦，好內向，諗嘢好負面嘅人啦。咁我中學嘅時候，老師就帶我信咗主。嗰陣時諗法好簡單，就係天父好愛我，我唔開心，天父會聽我禱告，我心裏邊就會有平安有喜樂啦。咁人慢慢大，會面對好多嘅壓力同埋困難，尤其是面對親人嘅病患同埋離世啦，都令到自己有好長嘅時間喺個憂傷裏邊啊。成日都會問主，你愛我咩？咁樣，我好似信有主，信有神，但我唔信神會愛咁軟弱無能嘅自己。個生命屬靈嘅生命就浮浮沉沉啦。咁結咗婚之後就轉咗嚟簽物。咁我第一次返簽物嘅崇拜嘅時候，我感受聖靈好大嘅感動我不斷嘅流眼淚。有聲音同我講：你嘅生命需要有主。我係喺嗰次最決志禱告，我願意完完全全嘅信服主，交俾主。咁轉眼喺簽物10年啦。咁面對最危機嘅關頭係我嘅婚姻，因為我同先生結咗婚之後嗰1年好多嘅摩擦，一句說話可能就已經可以嗌交。咁我覺得主啊，點算啊？我放棄啦，與其唔幸福，不如我自己幸福好過。咁呢個問題去到極端嘅時候，我就同主禱告：我既然完全嘅交俾你，咁即係都包括我嘅婚姻。咁當我咁樣交俾主嘅時候，神話俾我知，你要順服丈夫，我要交俾主，所以我咪順服咯。咁我順服主，好啦，我咪順服丈夫。但係好奇妙，當我願意去改變嘅時候，我睇到我老公唔再篤眼篤鼻。我發現佢係好愛護我呢個妻子，我當真係感受到係2人係比1人好啦。咁我好感恩，我嘅婚姻改變咗，咁我嘅家庭都滿有神嘅祝福。呢幾年都好唔容易，對好多人嚟講，我都係。但係神嘅供應係冇斷過，神嘅恩典係我嘅一切都係恩典。咁我咁樣去見證嘅時候，我想我同我家人都能夠去侍奉神啊！我願意用我生命去見證神，願一切榮耀歸給神。感謝。記得訂閱簽物見證頻道，撳埋個鐘仔，同埋幫手分享、點讚，等更多人認識神。